敬德请曾牧师。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上帝，阮伫你是阮造成，阮有感谢，阮有恳求，阮为着过去一年对年头到年底，出你所备办，你所想事，阮诚心实意感谢你。为着明年新的一年要开始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互阮穿生命的新衫，就是圣神所带予阮新天新地、新的代志、新的画面，做互阮伫你的面前，伫你救恩的水泉唱水，阮通得着欢喜唱歌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一方面感谢，一方面洗清阮手中的杯。阮要来承受上帝你的救恩，求天父上帝，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祝福的礼拜。主你的囝儿查某囝，用腰歌、期待、脚步来恳求你，求你施恩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教会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恩节是一个感恩的礼拜，咱本是应该用诗歌。用祈祷来感谢上帝。就是伫这个感恩节时，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到上帝的面前守圣餐。咱啉这个圣餐的杯，咱来试看上帝恩典的慈悲。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在座所听兄弟姊妹。伫新的一年，愿恁的杯甘甜，愿恁的杯满满。无人用一块杯仔对年头到年底，拢无洗，逐日安尼啉，对吧？一个基督徒检通对年头到年底，拢无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。愿咱来到主施恩造成，因为上帝实在无欠亏咱的奉献的金钱啊！上帝嘛不需要咱家学乐甲感谢。因为伊的阳光自在、自然而然，伊至关至圣。这个感谢是最咱的利益，因为感谢是一支奥妙的锁匙，会晓感谢的人看见幸福，常常怨叹埋怨的人，拢看到苦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是主甲咱备办，伊讲你来到我救恩的水泉，欢喜来啉。愿咱大大开喙伫上帝施恩造成，咱甲上帝做讲。主啊，过去无论我一定人生经历怎样，主对今仔日开始到我一生的最后的结束，我拢要幡然取水。也这恁愿意吗？如果上帝已经为着咱备办这个人生白白的稳定甲祝福，咱检通坐伫遐等。主讲我的救恩的水泉。为恁来发出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的生命有一条新的歌。迄个歌的歌词讲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美国的教会因牧师拢常常伫开始的时，要礼拜敬拜时拢讲 God is good， 上帝是何等的好啊！因为兄弟姊妹个大声讲 all the time。拢是啊，逐日时时刻刻拢是遐尼好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上帝是施怜悯慈爱的上帝。得时不得时，伊拢甲咱相合伫地。愿上帝享受新的一年，也这恁的生命充满喜乐的时光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将咱的上帝应该得的阳光归予伊，将咱的上帝应该得的阳光归予伊。兄弟姊妹，感恩节是对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开始。虽然这个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是拄今仔日这个礼拜，短满400年，
如果你有注意到牧师伫 Facebook 顶礼拜开始播一个400年，因为因伫1620年11月21日5月8号都停靠在美国的东北角，就是纽约宾州这个海港400年，一个国家享受上帝的祝福。其实这不是美国人的祭旗，这拄旧约开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主人，对迄个时阵开始因就献上感恩的祭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愿上帝常常填满恁生命的杯，也这相信上帝，大大开嘴甲上帝讨，就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机会；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看见你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因为上帝一切的所做，何等的水，何等的好。愿咱有一日无出伫勉强，是出伫心内真正的满足甲欢喜。咱会对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你实在真好，你的慈爱，你的信息，到永永远远。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一生顶端，为着你的疼，为着你的心，为着你切切的恳求，上帝将伊满满的祝福填满伫生命的杯。所以伫今仔日修圣餐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杯仔内底唔通留任何一滴，将这个葡萄汁完完全全甲伊享受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今仔日这个杯对年头到年底，主，我要不断幡然取水。上帝，你要我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嘛是保罗称呼咱。2000年前，耶稣基督的教会是设立，保罗就甲伊的兄弟姊妹讲：咱是上帝所听、圣洁蒙爱的孩子。阿们嘛。两项代志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心清气、手清洁、圣洁，来领受上帝所备办伊的听甲伊的祝福。要过新年，这段圣经讲，恁就爱穿怜悯、温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将这个好的生命的品格，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存伫咱的心内，穿伫咱的心上。我每一摆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拢是穿清气的衫，用圣洁的装塔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上帝不是计较过去的上帝，上帝是伫咱头前来听候祝福咱的上帝。也这互我的话，甲心中的感动来鼓励恁。上帝不是计较咱的过去的软弱，上帝是伫咱的欠缺伫头前来听候咱。主啊，愿你怜悯阮，互阮一生领受上帝你的平安。伊讲愿耶稣基督的和平，迄是白话字的翻译，拄则词汇恁有注意听。伊讲愿耶稣基督的和平，好本的圣经讲愿耶稣基督的平安踮伫恁的心内。其实这个字拢会通，因为这个字就是shalom。shalom的意思就是和谐。我的心中不搁再有搅扰，我的心中不搁再有怨叹，我的心中不搁再有受气，因为主将伊的丰盛、伊的安慰，伊放手伫我的心内。伊讲我的囝儿，我的查某囝，免烦恼，我要甲你三甲地地。愿咱甲耶稣基督合做一个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存感谢的心，伫甲咱世间的路尾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常常成做一个俄罗的教会。有人讲伊的教会是一个基督的教会，有人讲伊的教会是俄罗的教会，其实拢是，因为敬拜上帝的教会，敢有无俄罗的？
今仔敬拜上帝教会，敢无困求、存出双手来领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今仔日的题目叫做“心被恩感歌颂上主”。愿上帝恩典充充足足伫恁的心内，互恁到落尾挡袂牢满足。用主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有够啊，安尼就会使。伫到迄一日进前，咱拢拍开咱的心，甲主祷讲：主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怜悯我，互我因为你的听，对心中自然而然欢喜来感谢甲学乐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咱的生活，无论咧困，无论咧行路，无论咧工作，无论咧讲话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互兄弟姊妹恁拢圣洁蒙爱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甲主祷讲，主你的圣神踮伫我的生命，到永永远远。愿主甲咱三甲地地，每一个礼拜日应该拢是感恩节。每一摆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应该拢是感恩的神圣的事情。总是这个感恩节是拄则牧师甲咱讲，伊的起头是美国5月8号。因离开因的故乡英国，因想要到一个新天新地所在。这只船顶悬有2/3是世俗人，只有1/3，30几个是敬虔的清教徒。虽然清教徒是少数人，但是后来清教徒改变决定，做伙追求新天新地的世俗人，所以后来美国因为上帝的祝福，因竟然伫因的钱银角啊1块的顶悬讲 ，In God we trust， 意思就是讲，阮相信上帝，将世俗的金钱财宝该分别做成。美国人毋是拢总是敬虔的清教徒，但是既然敬畏上帝的人，拢要诚做有影响力的少数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恁的囡仔，将来诚做有影响力的囡仔。牧师祝福你们，将来恁的手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有大大的能力、权柄、影响力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今仔日的礼拜感恩节，咱听圣经的话。兄弟姊妹，你敢会记得这句话吗？对年头到年底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目睭看过你，你有阿们吗？你有期待明年上帝的目睭看过你吗？你有期待伫头前的上帝是用伊的笑容来听候你？虽然检测你有跋倒、有流目屎、有欠缺、有郁卒，但是这个上帝用伊欢喜的面，伫咱的头前咧听候咱。愿天父上帝看过，这句圣经就是感恩的由来。因为我的经历，就是我来到这个土地无厝、无田园，但是上帝为着我备办，叫做 America 这个土地。我的子孙伫这个所在生团，台湾嘛是这种的土地，咱的祖先开垦到今仔日，上帝互咱共一款，所以代表因为这个缘故，足清楚写伫伊的诗篇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金句，搁再金句。伊讲：恁来用感谢做祭献予上帝，用至关的上帝行恁的愿。这个感谢的祈祷就是阳光天父上帝，伊的字叫做托拉，这巴卡。托拉就是感谢，这巴哈就是献祭。兄弟姊妹，唔能做一个小气的基督徒，甲上帝一切的备办祝福，当作理所当然的。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多，看起来介像平凡，是自然而然的代志。
但是会当喘气，会当平安，心无受搅扰，其实这就是稳定啦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。感恩是基督徒甲上帝建立关系一支真宝贝的锁匙。毋是上帝需要咱感恩，是因为这个感恩的声就通到天顶，上帝欢喜听。兄弟姊妹，感恩代表讲，感恩其实就是敬畏上帝。白话好好本来翻译该翻做荣耀上帝，但这个荣耀其实这个字就是敬重。咱心中若有上帝，咱对上帝讲话敢会凊彩？咱心中若有上帝，咱入来到礼拜堂，你敢会亲像去菜市啊？只要心中若有敬畏上帝的心，迄个所在就是圣殿。只要心中若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咱的心就是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当心伫主的面前讲，主，我要献上感恩的祭，感谢的祭，独只有互耶和华我的上帝。感恩毋是交换条件啦，那像我车的乌油，若过期，就爱去换掉，甲换新的乌油，你才会走啊。感恩毋是安尼，感恩是一种听的互动流动。上帝听伫咱的内底，咱会听伫上帝的手中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听代表安怎讲？伊讲见来用感谢献做祭，就是用光我。记载伫诗篇50篇23节的第一句。愿恁记得，是因为咱敬畏上帝，是因为咱感谢上帝，是因为咱经历着上帝，是因为咱相信，伫头前的人生，上帝为咱备办各种的稳定，而且是一世人的稳定，一生之久。然后这里有期待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感谢上帝，感谢这个字，阳光上帝这个字叫做卡巴，卡巴这个字，除了翻做阳光以外，就是有重量啊。迄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重量。你的上帝伫你的手中有够额的贵重，所以你自然而然你捧来时，你就真谨慎。你就真珍惜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若袂珍惜上帝所备办的恩，该当作凊凊彩彩，那安尼你担着任何上帝稳定，你就担袂着真正幸福的滋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说讲，我的心要被你恩典所充满。然后我要充满俄勒西瓜，心被恩感，歌颂上主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到年底，咱会跨年祷告会，拢是咱重新回顾伫今年中间，咱所行过每一日、每一个脚步。兄弟姊妹来回想，对今年年头到年底。你怎样？全世界伫今年大风台啊！武汉肺炎疫情，全世界跌破了多少的眼镜？但是上帝除了保守咱伫武汉疫情病毒这个中间有平安以外，现在要有啥？检查咱有拄着困难。但是伫困难的背后，你敢有看到上帝的陪伴？伫欠缺的背后，你敢有期待上帝
亲像顶礼拜咱所读以利亚的迄个故事讲，上帝微微的声，连问以利亚讲：以利亚，你伫这个所在咧创什么？我咱亲像撒母耳讲：主啊，请讲，你的囝儿恭敬来听。我咱对上帝来领受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礼拜，同齐敬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学了咱的摇花，求求伊的名，伫你的生活，伫你的日子中，就常常讲起上帝，保养上帝，伫你的人生中间所享受的奇妙，高举伊的名。常常甲你的囡仔讲，咱的家族是平凡的家族，但是因为耶和华伊高举咱是卑微的做事人，进入代表是卑微的各样的家庭，但是上帝高举咱，互咱对卑微的中间呈阳光尊贵，上帝的荣耀，愿主甲咱三甲地地。你相信上帝要为你成就美妙的事吗？你渴望伫明年，上帝有缘同款，用伊的美妙慈爱来祝福你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独到你伫我的家庭掌权，你伫阮的中间，伫阮的教会，以色列的圣的，耶和华我的上帝。独到你伫这堂教会掌权，伫我的家庭掌权，伫我的心中掌权。主就甲咱三甲地地，毋是400年，嘛毋是敢若3400年，是永永远远。咱的上帝要甲咱三甲地地，愿咱彼此互相鼓励，互相劝勉，互相安慰。愿上帝将伊的恩典、甲感恩的时光，放伫这堂教会。咱常常唱出感恩的时光，互侪侪伫今仔日生活中间感觉孤单、软弱、当到已经无法度承受的人，因一旦甲咱做礼拜，一旦甲咱做伙时，因嘛要甲咱同款领受一切应该的需要。伫今仔这个礼拜，牧师要甲恁提醒2项圣经真要紧的观念。第一，感恩是一种的态度，兄弟姊妹，得时不得时拢爱祈祷，得时不得时拢爱感恩，得时不得时拢用欢喜、花头喜面，就算这是真勉强，要常常喜乐。凡事祷告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互咱明白一项：感恩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。感恩会带来一种新的眼光，就是你要看到幸福。感恩的人常常会伫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间听候，然后伫迄个忍耐中间看见天都光。迄个微微的光，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感恩是一个态度，感恩嘛是一种属灵的能力。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咱真困难看见幸福。幸福人人爱，但是无拄拄大家拢感受到。但是咱相信，只有一种幸福。是钱买不到的，有一种的幸福是金钱买不到的，就是牧师甲恁讲百福，迄个百福有无？迄就是对天灵上帝白白的赏赐。兄弟姊妹，这张图你看到啥？中无说到一蕊花要靠啥？你注意看，你看到啥？这蕊花检查是代表，咱伫人生的工作成就
玫瑰花园的农夫，伊爱去挽迄个玫瑰花送去菜市啊去卖，然后伊才有收入。所以真辛苦的工作中间，有时伊的手会去互玫瑰花的刺插着。乐观的人，虽然伊有刺插着，伊讲感谢上帝，这朵花卖好的价钱。乐观的人看到花，看到花的背后，看到上帝祝福，看到上帝的陪伴。悲观的人，伊就感觉夭寿哦。今仔日甲只歹运，佮插一个，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看到上帝的陪伴。感恩的心要带来新的眼光，兄这你相信吗？如果你若无相信，无事甲你邀请，试看卖咧。感恩的家族会出幸福的子孙，父母若常常拢感谢天感谢地，伊的囡仔袂怨天怨地。恁相信吗？无论你外口教囡仔，你的生活态度是怎样，你的囡仔就是怎样。一个凡事感谢上帝的家庭父母，伊的囡仔绝对袂怨天怨地。就做上帝，你较有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愿你伸出双手，换要再安尼，以前是安尼，主啊，我要得到，我要得到，我要得到，但今仔日变安尼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学了你，我敬拜你，上帝，我奉你的性命宣告。伫我头前的路是充满上帝的油所抹伫我的头壳顶，我所行过每一脚步，拢要叫做稳定的记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听上帝话讲，既然用感谢最济的人，就是用跟我，搁落去，因未看见上帝的救恩。这就是牧师遐尼大胆，甲恁讲，感恩的人会有幸福。上帝通过代笔，甲世世代代的基督徒，伊讲，伫恁感恩的中间，虽然检测恁要目睭要目屎，但是请会记得，我要互恁看到我所陪伴的救恩。现在你相信吗？咱的上帝敢有需要咱奉献的金钱？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人较高嘛是敢若创造人格啊尔，对吧？咱的上帝，咱奉献的本意是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所奉献了我的一部分，愿你提起使用，互我身边欠过的人嘛，因为安尼得到帮助。咱会感上帝伊存在，就算做咱无学到伊嘛与日月同光辉啊！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求你用你笑面看我。早上拜六的查经是一个灵修的查经，阮做伙读一句话。伊讲：我看见上帝用伊的笑容来帮助我。诗篇42篇第50、11节，恁若爱这段圣经，恁就今仔用暗，毋是用暗。恁读了，恁就当马上读。第50、11节，第5节讲起上帝用伊的笑面来听候我。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里面咱的上帝徛伫头前，亲像主爱的老爸、主爱的妈妈，伊用伊的笑面来领受咱，伊要将伊的笑容、将伊的乐观、将伊的丰盛感染互咱。
所以上帝笑面是爱咱乐观，上帝笑面是爱咱兴奋欢喜。伊讲，伊用伊的笑容来帮助我，伊用伊的面的光来照我。兄弟姊妹，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看到你的上帝在听候你。咱的阿妹姊妹，伊的妈妈拜祭过往，回家了。我伫拜祭的透早要去台南驾车，伫路中就接到阿妹的电话，哇，真着急，甲我讲牧师，感谢上帝，我的妈妈过去讲的是，我的爸爸、我的弟弟祈祷的是，看到耶稣来带伊，这是对阮的家庭是何等的安慰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干那风声，咱的上帝要用伊的面，用伊的笑容来吸引咱。你相信吗？看见无看见，拢相信，因为我知，我的心内知，就亲像我看不到空气，但是我知影，若无空气，我袂活。愿天父上帝伫个礼拜中间，望你的心。伫今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兄弟姊妹，咱甲今仔日同款。今仔日是牧师讲道给恁听，跨年祷告会是换恁来讲故事给牧师听。因为跨年祷告会就是一年最后结束的时阵，咱带着咱心中的感谢，伫兄弟姊妹的面前见证讲：伫今年我的上帝，咱的上帝，伊怎样恩待我？兄弟姊妹，你要对上帝讲什么话？咱的教会一年有2摆最要紧的祈祷，一摆就是跨年祷告会，另外一摆就是受难周逐阴暗的受难周的祈祷会。愿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祈祷中间，咱的目睭得拍开，对今仔日到一生的路尾。咱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咱对伊讲：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讲袂尽的恩典。耶和华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兄弟姊妹，你敢已经领受到上帝甲你陪伴，读到你独享的上帝的恩典，伊的听，伊的恩，是一世人的久。兄弟姊妹，这句话要背起来啊！你若不要祈祷，你就背圣经的话，然后你就甲上帝讨讲：我奉你的名赶走这的攻击、伤害、丧凶，我奉你的圣名宣告，我的一生。人要叫我做天公仔囝，求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，互恁的囡仔真侪感恩的囡仔，互咱的家庭真侪感恩的家庭，互咱共同的教会真侪感恩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较侪为上帝来活。较少来问讲，上帝你予我什么？较侪的感谢，较侪的期待，较侪的听候。愿主用伊的恩典带你进入伊的圣殿。每一摆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拢亲像总善志，伊来教会拢跳的，无在拢囡仔。毋是袂使牧师，袂使讲起个囡仔无在，因为囡仔充满活泼的热情。我嘛真盼望在座兄弟姊妹，恁是考试啊，就要做礼拜，欢欢喜喜，充满感恩的时光。愿上帝祝福恁的人生。圣经中间有真侪感恩的故事，有人因为感谢上帝感谢耶稣的听，拍破迄个哪吒的香油。有迄个寡妇送香到要卖讲的，但是伊将伊所剩的2个银角啊，
伊献伫圣殿的内底。耶稣是一个监察人的内心的神，伊知咱感恩的心，咱也袂唱出诗歌，咱的上帝已经都知啊。耶稣嘛讲，病病医好10个患太过病的人，为什么只有一个人都来找我？愿天父上帝的赏赐，互咱心中有一种的感动，是一个真心的感动，是一个亲像水泉焕然取水，永流不停。真心伫咱的心中讲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祝福恁的人生。伫向日葵学院17年的时间，阮发现生命上困难改变的囡仔，就是成歹去的囡仔。伊感觉父母所做的拢是应该的，伊感觉伊身边的人所甲伊做的拢是应该的。或者你同意吗？世间无迄个应该的代志啊！凭什么上帝爱听咱？毋是应该的，是因为上帝真正听咱。伊看咱做伊的查某囝，伊看咱做伊的宝贝。袂晓感恩的基督徒，就亲像迄粒种子是歹的种子，伊的灵魂的种子，安怎领受祝福，伊都袂大长。亲像迄个鸡仔伫鸡条，一直食，一直食饲料，但是逐只都直直大，敢若有其中有几只袂大的。你敢知影？伫鸡条咧饲鸡仔的人会安怎做？咱听了会惊，念无死啊！伊客家了头就压落长，国内外拢共款。我即摆看 Discovery 咧，伫外国美国咧做饲鸡，若敢若食饲料毋大只迄鸡仔囝，摕起来了顺手足厉害的，剁一下就亲像脊椎就断掉了。我毋是甲恁恐吓，毋是，咱的上帝袂安尼啊。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毋通甲上帝当作理所当然。你叫伊来，伊就来；你无欢喜，你甲伊妹叫伊走，伊就走。咱的上帝毋是应该安尼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祷讲，主求你通过圣神的帮助，互我甲你有真正爸爸甲囡仔迄种亲密的关系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就无搁再感觉我是一个丧向的人、软弱的人，因为我的爸爸，你有遐尼多讲袂尽的稳定，我较会通过一种丧向食喷的生活。求圣神祝福恁，帮助恁，互恁对你少年到年老，常常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对恁这代到咱的后代，看到钱所买袂到的真正幸福，就是上帝所赏赐。既然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就听代笔所讲的话，用感谢做者荣光上帝。这号人因会看见上帝的救恩。兄弟姊妹，用感恩灌压你的灵魂。上帝予你一枯残，上帝予咱一个美丽的花园。上帝嘛，予咱有种子。上帝安尼用感谢的水，焕然取水，灌压你的灵魂。兄弟姊妹，你有一日要亲像这个囡仔，伊看到爸爸妈妈的前庭后庭，拢开真水的花。愿上帝祝福在座弟兄姐妹，你们生命的花园
充满上帝奇妙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求主帮助我，互阮真做一个担着主你恩典慈悲的基督徒。主你堪得阮学乐、甲敬拜、甲感谢，伫今仔日这个感恩节的中间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心中真实的感谢。我嘛要奉你的圣名伸出阮的双手，洗清阮生命灵魂的杯，甲主你讨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主求你填满在座每一个大人、囡仔、老人，填满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生命的杯，互因对今仔日开始手捧救恩的杯，来讲起上帝你奇妙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！我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